世界万项台拢伫台湾新眼界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，我是赵博民阿兔啊。观众朋友，咱伫都市内底生活，逐工上班坐公车还是坐捷运，敢袂当想象有个人的工作是伫深山哪来哦？这甲咱是拄好倒柄。不过，这毋是咧佚佗，嘛毋是咧看风景呢。有当阵就爱做粗重的工课，嘛爱甲山哪来恶霸来对抗。今日咱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的单元，邀请到孙山园洪瑞如小姐，咱斗阵来了解伊的工作甲伊的生活，咱斗阵来看。不管是风吹雨淋，一个人骑母车四界巡，洪瑞如是守护台湾山南的孙山园，路弯弯弯弯又搁下，塞车是定定有的代志。脑中是想过讲，我即摆是啥物人？我即摆伫倒位？为什么我伫遮？为什么我规身躯等你咯？不过想想的嘛是讲啊，这是工课啊，嘛是爱继续。塞车并无甲伊写出这图，洪瑞如为中兴大学森林系硕士毕业。目前女性的孙山园敢若占一成，高学历的女性投入孙山园的工课更加是罕得快。伊伫咧报道的前半段，一开始拢对先摆世界伫咧山区学现场走跳的知识和美感。安尼，咱来看吼，恁有调查过的，这个伐木基地啦，吼。啊，咱看讲那个顺看嘛啦咧，看有甲咱偷错无吼？因为伫遐先检查一下，先来了解一下。洪瑞如伫咧南投林管处第3工作站服务，伊的管区拢是浅山，路拢会通到位，常常有民众咧出入，因此防止滥垦是重点的业务。森林保护的这个范围内底是足快的啦吼。啊，因为你讲像讲，咱的保护森林。咱的树啊，无去用偷错的，吼啊，甚至就是讲咱的地，无去用开垦的，啊嘛无去用偷开路，因为林务局就是上注重讲路吼，互开咧，就引起一寡盗伐案件会出来，拢足侪山梁子啊，嘛就是趁机，有这条路，因就去搬这个贵重木的物件，安尼等来伫遐做卖。要防止人来偷错茶，除了咧巡的时阵，目睭爱来做界木，用树木来标示界址，嘛是孙山园一定爱会晓的技术。摕镰刀甲树皮卸掉，做界木需要体力和技术配合。哦，破掉了！这是每木雕仔的工课，为着伫咧山区嗡的树林当中，标出会当合挂错树的范围。反正就看嘿。当然往下拉，嘿，好嘞 ，OK。很有轻哦。有，安尼就足明显的。好。有个喷擦。啊，实就是甲这个杂就是拍切啊，打叉，吼，不用打，唔免正安尼杂，就是拍切啊就好。实刀。这支刀。嘿，这支刀吼。嘿。这白了的刀店拢买袂着啦。哦。伊弯。嘿，啊，这是特制，啊，这就是这。伊个刀口伫遮，来伫遮，安尼咧刻才好刻。啊，咱其他的没有这个吼，其他的迄个卖刀行拢无啦，这咱来特制的，安尼才有法度来做这，爱定做才有做这个物件。孙山园袂当欠缺的法宝，也阁有一支因仔悬顶有封条，逐丛树仔互撤掉进前，孙山园拢爱一一调查做记号。界木当盖印标示范围，即内底会当找的树仔，就要当插印。这项工课袂用伫互厂商做，一定爱家己来。就是好，来，这个互你讲，你甲讲插印甲讲落。哎，上好准。哎，上好准，对。好咧，好。有啦。啊，看你做记号，啊，才袂去有这个盗伐的案件发生，袂去用偷错的，啊嘛袂去。错过界，哦，就是咱有一个界线，
伫这个范围内底，安尼，啊，就是咱每一个社区的这个范围内底，要找的范围就是甲这安尼。毋那山顶的经济林爱逐丛做记号，水流插爱为海边港口固定来，集中处理来看敢是贵重木，检测测量了后，才会当卖出去。就是要品迄个味，有那个味道可以去区分讲啊，这颗茶是什么酒种，比如说红块还是扁柏还是牛樟哦，这种它们有特殊的味道，啊，咱再来区分讲啊，这种确定是什么木头。哦，这颗茶就是迄个车头啊加尾。林顺治做酸酸园已经40档啊，伊讲过去女性拢是担任会计、工友才内务的工课。伊当到的头一个走外勤的女性同仁，就是洪水如。因为足危险的啦，其实护管工作，咱去讲啊，爬山啦、落海啦，拢爱去做的工课。啊，甚至做一项工课，像这种咱的山无路的，咱嘛爱家己开路，爱家己行入去，爱去吹。安尼吼，其实都是蛮危险的，这里一个工作啦。啊，当然我嘛足配合伊讲，伊这4、5年来安尼嘛配合了，甲讲啊很上手啦，足好个啦。就算讲森林护管员的考试，笔试和体能的测验，不分男女，拢是统一的标准。洪水如伫咧6档进前加入的时阵，也经过无妨信任的时期。不过，伊用实际的表现，拍拍同事和主管对女性来做这道的议论。跟我原底想的吼，印象差别真大。安怎讲？考会入来的女性的同仁吼，其实体能跟男性袂差偌济吼。再加上女性的巡山员，伊女性特别的较细心吼，较有耐心吼，啊内业处理比男性较强吼，他有这些特长啊。当然体能的部分是较有吃亏，但是差距不大。全台湾有1050名的森林护管员，这当中有105人是女性，目前敢若占1成，但人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。女性的加入，为守护台湾的山林增加新的动力。观众朋友，咱真欢喜邀请到洪水如小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洪水如。水如，咱拄则看到伫影片内底吼，看到你骑母车呢，都爱拍速的母车，看起来是真风神。啊，你是本地就晓骑，还是做这个工课了后才学的咧？哦，我本地小可会晓骑，也毋过无讲介绍。是。啊，是因为要来应征这个工课，啊有特别练1个月的时间。是。啊，这就是一定爱骑母车是无？因为爬架较利便嘛吼。对，因为山顶内底的路无讲介好，啊你若骑讲塑胶车，啊也毋过塑胶车就较无方便，因为伊的速度啊是讲伊的马力较无力，嘿，所以母车就会伫山顶较方便啦，嘛是较安全。是。我拄则讲到水如是巡山员，不过咱了解即马名称毋是安尼吼。对，即马名称已经改变啦，嘿。巡山员是较早的统称啦，嘿。啊，阮即马叫做松林护管员。松林护管员，你的这个正手有一个。这是阮正式的名称，嘿，松林护管员。是。啊，这套是阮。制服，啊，这个你的制服有啥物特别的所在？甲咱小解一下。哦好，这是阮冬天的制服，啊，你会当看到阮有一个就是臂章，嘿，啊这边会使藏笔，因为阮常常出去爱记录啥物的时阵，这会当这足较方便。是。啊，阮的胸头前嘛是有落地啊当藏物件，因为阮桌顶有足侪家私，有当时阵就是讲啊，咱出去做工课，啊有的时阵你。藏伫内底，啊要调查的时阵，也是要写啥物，就会当为落地内底摕出来。啊，阮的裤嘛足侪机关的，嘿，啊，阮的裤拢有做迄拉链，因为阮伫山顶行路的时阵，你若无讲这拉链保护着，你的物件会落出去。啊，若落伫山顶就歹找。哦，可能会伫草内底。对，会找无。咱拄则看到讲吼，较早较少女性做这道，因为
这工作真粗重啊，搁爱骑母车，你是安怎会决定要做这道咧？因为阮本身就是读松林科的，嘿，对自细汉就住伫山骹下骹，所以对环境嘛讲介绍啦，所以我较定为外口走啦，所以就讲想讲我既然已经读松林这科啊，林务局阁有放这个职务出来，我就想讲去应征看卖的，因为拄毕业讲想讲，我来试看卖林务局内底的工课到底是啥物。咱拄则咧开讲的时阵吼，我捌甲穗如讲到，伊伫这个森林系内底所学的是林产，对无？对，是林产。林产这个科系是学啥物物件？松林就是分林学甲林产。阮林产就是较讲白话，就是一个是种树仔，一个是臭树仔。我拄好是读臭树仔迄边的。臭树仔就是讲，木材出来了后，要安怎利用？就是做桌啊、做椅啊，还是做纸？啥物你会想到？你应该无想过讲卫生纸嘛是树仔做的吧？嘿，连迄去牙膏内底的成分嘛是树仔内底提炼出来的。起膏内底嘛有树木的成分。对。这就是林产系。林产就去发展足侪项的。是。你本地是学臭树仔的。看木材还是木材利用。即马变做保护树仔的工课。安尼，请穗如咱甲咱介绍一下，你遮的家私是啥物用途咧？这个家私是我平常时去巡视的时阵，去林班巡视的时阵会载的物件。是。嘿，咱上重要是这是 GPS。就知讲你即马伫倒位，嘿，伊有坐标。这个是相机，就是因为阮常常出去的时阵，比如讲去会勘、去测量、去现况，拢爱用到相机。另外一个是无线电，这无线电就是。等你，因为阮常常山区内底较无讯号啦，手机可能无法度通的时阵，这无线电是咱保命的重要的物件。因为这频道敢若是就是阮林务局内底会当个甲军嘛是有通用。军方。对，因为阮拍火的时阵，阮会甲空勤做联系，所以阮有一个频道是甲空勤的。是，我看到你有一个家私吼，足特别的，是这个，这个叫做麒麟项。麒麟项。麒麟项。这个是阮做盖木的时阵爱用的。是。伊色较足无共的，是因为这是特制的。是。这外口应该是买无啥有啦，系啊。都爱家己做。因定做。定做。爱甲店家讲，阮要安怎的形，摕这互伊去看。看伊会当做无？这个就是在刻盖木。是。阮就手地伫遮。是。树仔伫遮，爱甲刻字。就是拄则咱的影片内底所看到的。对。这个麒麟项这个名听起来是日语来的。对，是日语来的。是。因为阮先摆讲，一定交代讲爱叫麒麟项，袂使叫刻刀，因为刻刀是。像一般外口拢会用得到的，做雕刻的就刻做刻刀，刻刀。要毋过这个爱叫麒麟项，就是表示对伊的尊敬就对。对，阮较专业。这台较大台的是？这台较大台是内底有图纸，是有图面，就是讲，因为阮去巡视的时阵，阮有分足侪款的林地、麻地啦，种类足侪，有的就是。是林班地，有的是接管地，接管地就是像我顺的迄种的，毋是讲规片拢阮的，就会撮一撮是阮的，撮一撮边仔拢是别人的，可能是私有地，还是国产署的，还是河川局的，所以阮爱早即台去辅助讲，你即马顺到倒位是，你看到去开一片啊，这敢是咱的，就是会当用这去判断讲，这是毋是。阮林务局的土地是，咱即马所看到遮的家私吼，伫你出任务的时阵，敢就是拢爱下伫迄个卡棒内底。对，全部拢伫我的卡棒内底，所以我出去拢是派一个这么大背包安尼。家己一个人行入去青山拿来吼。拄则咱伫开讲的时阵讲到讲，听讲你本地是足惊蛇的吼，毋过行去山内，毋着足侪蛇的，你是安怎？克服的咧。
哇，嘛是豆豆啊克服啊，因为山顶你无法度去预测讲蛇会为倒位出现。是。嘿，你会敢会当知影讲这个季节是毋是伊定定出来的所在、出来时间？嘿，啊那因为无法度避免讲，我这个时阵我无爱出去，迄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嘿啊，所以一开始拄着的时阵足惊啊，我就是。真正捌拄着。有拄过足侪摆啊。哦。嘿，我遐是，我拢叫伊蛇之路。就是行迄条路，定定会拄着。定定有着足侪款的，足侪无共款的品种，也是粗大细条拢有。嘿。所以你即摆看到蛇，你敢认得出来讲啊，这有毒的，就爱赶紧闪。有大概知影。哦。嘿，大概知影。啊，毋过看到啥物辛酸甲讲。心酸呐，我心酸嘿啊，我较紧走就对。对，我较紧走。其实后壁愈来愈看到，较袂遐惊啦，因为伊本来就伫遐生活，是咱去甲搅扰啊。哦。嘿，是咱去甲搅扰，伊才会撞出来，是惊着安尼。所以即摆我就是知影倒位较济的时阵，我就骑较慢，因为伊会先出来，伊会先走出来，我就较慢的，我就动来，互伊先行过，我才过。你敢是因为听到你乌多摆的声都会震动，嘿，有声有震动，啊有的时阵是伊都伫遐拍日头，啊我骑过想讲，哪有一个叉机遮粗，放伫路中，我就想讲，唔对，可能是蛇，我就骑足慢，叫足慢，要到的时我动落来，我想讲，应该无叮当，应该是叉机吧，我要来翘起来时阵，要惊就雄迄个。精神啊，竟然窜出去啊！是。哦。啊，捌搞着无？有，迄是我拄来的时阵。是。对遐较无熟的时阵，嘿，我都迄个是我应该是拄入来3、4个月的时阵，我骑车，迄天真正是足衰，我会当讲迄天足衰，因为我先累惨，嘿，因为我过迄过水路面，伊有青池，啊水阁足深的，我骑过的时阵。遐物跋落嘛，啊，搁转来时阵嘛是同一条路，转来时阵无遐幸运啊，直接斜落，半边身躯拢伫水内底。是。嘿，啊，我的迄母车有一个卡棒，我浮起来时阵，卡棒内底拢是水，满的水。哦。啊，就一领轻便鱼伫遐咧扑咧。是。观众朋友，这真正是足有挑战性的工课吼，咱即马来右路来看。水如伊的工作的内容。竹山站1494呼叫，听到请回答。1494，竹山公路站收到，有话请说。目前位于福兴段，回报坐标。GPS 定位用无线电报坐标，再搁用相机翕相，完成这个巡逻点。按随如外出巡逻，身躯爱派几大台的机器。我身躯第一个就是 GPS 一定爱查，因为这内底有坐标。你若是跋落啊，是你放假无去的时阵，你就有当用到伊。啊，第二项就是相机，这。就是因为我挂伫身躯，是因为定定有代志发生的时阵，爱紧个摕出来。洪水如逐个月上无爱巡8遍，伊一个人的管区100外公顷，并毋是集中一大片，是细细地啊，伫咧清水溪的两边。我的管区就是伫这条是清水溪的两边，这两边。咱工作站伫遮。嘿，啊，我正常我会拢会为遮安尼过，啊过即个桥叫鲤鱼桥会过来，啊过遮细细，就因为伊这路拢足济嘛。为产业道路骑到土面，这个经过拢是大细粒石头的大溪沟，车骑袂到的所在，手机信号收袂到的所在，伊要用辅导开路来顺这区域。现在在做图资的定位。伊内底有地图，加位置定位，就知影讲你徛的所在，敢有阮林务局的地无？后壁即个就是第105年的时阵，拄来巡无偌久，啊巡来遮就去互人开一片，足大片。我想讲，嗨啊，敢袂拢是阮的？我拢毋知。
当时看到石膏的工程做过界，洪水如随着去甲阻挡。挡足侪遍，因为我的林班是较浅山，啊路拢会到，啊路若会到，就隔壁就是拢是私有地较济，也是高产署的，啊因要使用就会开垦，啊开垦无细哩，因为阮的地都变足细地，啊一撮一撮一撮，啊就开落就规片拢甲开落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若看到卡拉机的时阵，我拢会神经会较紧绷，较紧张的。洪水如毋那一摆，孤身一人当场就来阻止怪手，这款无顾家己安全的行动，工作站的主任慢慢互伊惊甲，赶紧带人过去支援。卡无线电回来讲，伊发现溪仔边吼有一架不明的挖土机伫遐投喂，伊即摆已经人伫现场甲阻挡，嗨，听这个整个人炸毛了哦。他会使一个小姑娘去遐，赶紧，我赶紧叫现场还未下班的同仁吼，赶紧联络当场的派出所，吼赶过支援。啊，我带其他的同事吼，赶紧赶过甲支援。洪水如勇敢守护山林，这件后来嘛有送法院审理，成功阻止南困。你看边仔是金钟园嘛，所以进前者嘛是去互人乱困，进高丽菜。这是假油广蜡树，你看这顶悬拢有这云，独角仙足爱的，啊，遮生态袂歹，你看大丛广蜡树拢去互人食甲够够。地势较悬的所在，架起去，即工要无用的是南昆补办的申请作业，也就是开一道门，互民国58年进前，就伫遮咧做山的农民，会当合法向林务局申租土地。现在很好，27颗的。为着要饲即户农民，实际咧种植的土地是占用着林务局什么所在，范围偌大？洪水如和同事来到这片又搁行又搁无路的顶南 ，GPS 定位的牛切点，伊甲伊设伫倒位，这拢是学问。阿姨，你来徛我遮。啊，你等下要测迄点？嘿啊，啊，你若讲测地线，下尾啊安尼直接碰过，迄用2步还是3步顶到，就毋是你的。A2 吼，好啊，看下者。好，安尼会使。翕相并且记录做家的树种等等的资讯，用一套8万的机器画出来图面，精准度会当到2公分。但是这可是当然。图面画出来了后，还阁公告1个月，若是无其他人有意见，才会正式进入申请租地的程序。公告这1个月了后。无人跳出来，就是代表讲现况真正是恁在使用，拢无问题，无纠纷，阮就会放到后一步啊，嘿。对，后壁才是行申租，嘿，对。洪水如唔惊做代志，嘛介意挑战各种技术考证照。你学习最先进的测量仪器，我们有雷射嘛？接下来开始有空拍机，我们要鼓励他。去耳空拍机，你不必人啪，花半天跑到那山头，你只要空拍机飞过去拍一拍回来，半个钟头就好。嘿，鼓励伊去用这款先进的仪器，好，这嘛是伊为什么很肯学，为什么会得这优秀护管员。逐项伊所学到的技术，拢是帮助伊伫咧山林走跳的功夫。落当的时间，洪水如为菜鸟啊变作是专业的森林护管员。巡山是上基本的，啊，伫这巡山的工课内底，会当找到你家己较有兴趣的，因为有的人就对林迄植物啊，还是啥树啊较有兴趣的，啊，有的人是足爱动物啦，野生的动物啦，啊嘛有人介意迄鱼啊，
系啊，像我都是对测量较有兴趣，因为看图面啊，去行现场啊，还是学空拍机啊，我感觉这对我来讲就有兴趣的。随如咱看到影片内底有讲到讲，你一个人去动怪手吼，搁有甲同事去捉山鸟鼠，这是啥物款的经验啦？哦，动怪手就是我去巡视的时阵，发现讲这片内底去互人开困去，啊怪手司机搁伫顶悬，啊因为阮出去巡视拢是一个人出去，嘿，所以我都去头前讲问讲，请伊先来一下，咱讲一下话，想讲了解清状况，讲伊为虾米来遮开困，嘿，啊伊敢有听你的话？有啊有啊，嘿嘿。无看讲你是一个女性，伊就。袂，伊当然头前进前就是会稍小可考试者说，哟，啥物时阵你无叫我走应啊？我无看过，嘿，啊，我嘛是笑笑安尼讲，嘿，我先来的，啊，请问你伫遮创啥？嘿，啊，因为伊毋是雇主啦，伊是互人请的，所以伊都坦白甲我讲，伊为虾米来遮做这啊？啊，虾米人来请的啊？啊，迄个虾米人来请，迄个人的电话甲名。会当留互我无？嘿啊，伊拢叫阿莎莉拢互我，所有资料拢互我，因为伊惊讲，因为我甲伊讲，这是阮业务局的地，你无经过申请，你袂使开困，嘿啊，你安尼是违法的，嘿，啊伊都甲资料记得拢，啥物物件拢甲我讲啊，嘿啊，所以最后佫有上法院，敢是安尼？对，最后有上法院，嘿，啊，就判定讲因是这个违法开困的对。对，伊是违法开困的。啊，迄个捉山鸟鼠的，就是你甲你的同事去捉山鸟鼠，两个人嘛，另外一个男性的巡山员嘛是捉少年的。嘿，阮是共推啦。是。嘿，啊，阮迄当阵捉山鸟鼠是，迄届是阮拄入去新生训练的时阵一开始就拄着啊。哦。对，都入去这个你来林务局无偌久。一个月还未到，就拄着啊！嘿，啊，迄当阵就是讲，阮嘛讲，就惊遐讲，啥物？听讲的山鸟鼠就安尼出现啊！嘿啊，啊，伊因为拄着的时阵，阁有先摆伫头前，所以伊就叫我讲，先伫较悬的所在等，啊嘛看状况，啊叫我莫出声，莫落去用。莫出声是因为伊咧考虑啥？伊考虑讲，因为山鸟鼠拢是嘛是查甫的，嘿，伊惊讲。伊惊讲伊来攻击我，还是安怎？系啊，伊惊我有危险啦。啊，因为因足侪人拢伫下骹，所以叫我是莫出声。哦，惊讲山鸟鼠会攻击你。对。啊，拄则看到讲你的家室内底吼有迄落喷刀，嘿，啊，山鸟鼠因敢会炸武器？有哦，啊，因的武器是啥物款的？阮拄着的是因内底嘛是有刀啦，啊嘛有，因为因拢有食毒。所以山鸟鼠会食毒。嘿，啊，阮嘛是有看过现场，因为听讲别的同事拄过内底有枪的。够枪。嘿，所以其实去掠山鸟鼠这件代志是足危险的。哦。因为伊有食毒，啊，伊会安怎咱唔知。是啊。所以影片内底有讲到你的顶司有甲你动吼。嘿，对。是。啊，伫你的这个做巡山员的工作经验内底。有啥物经验是你感觉上危险的？上危险的，应该都是我去测量的时阵，啊，阮同事先起哩啊，因为我摕机械要起哩的时阵，无细哩，因为脚踏一步，感觉会稳。第二步起哩的时阵，迄块土规个放落来。是。嘿，规个放落来的时阵，我为面顶连落来。偌悬？连偌长？我会记得我长3连。甲动咧，嘿，甲动落来。啊，伊是一个山壁，是，嘿，伫个山壁。啊，因为我摕一个机械，啊，因为伊是一个杆子啊，我紧的转两个时阵，紧的插头插伫边仔甲动落来，无应该是继续连到下骹去啊。哦。嘿，迄届是我感觉最危险的迄届。你敢有当初是真正练落足长，啊，练到就是这个溪谷内底？有听过啦，有听过，因为伊嘛是讲练落时阵，伊是边仔骨有转去，是，嘿，还是骹骨倒位有转去。啊，我是较幸运啦，因为我有排迄一个肉背包，所以有一个缓冲较无遐严重。我是左肩挫伤，嘿，就是较轻的伤，嘿，较轻的伤，嘿，对。啊，拄则讲到你去测量吼，你即马嘛是测量员。
啊，影片内底嘛有讲到，你是你的单位内底上高的测量员哦。唔敢。啊，不过你的是本职是这个巡山员嘛。对。啊，你即马阁有这个测量的第2专长。啊，想要问讲，这个巡山员内底吼，敢大家拢会去找一个第2专长的？大部分大家人拢有第2个专长，因为巡山是上基本的。啊，伫这巡山的工课内底，会当找到你家己较有兴趣的。因为有的人就对林迄植物啊，还是啥树啊较有兴趣的。啊，有的人是足爱动物啦，野生的动物啦。啊，嘛有人介意迄鱼啊，系啊。啊，像我就是对测量较有兴趣，因为看图面啊，去行现场啊，还是学空拍机啊，我感觉这对我来讲足有兴趣的。啊，若是对动物较有兴趣的，伊可能会做啥物代志？动物较有兴趣的，都会去协助动物调查，因为阮有迄相机，就是诱环监测，啊，就是进前几冬进前狂犬病最严重的，所以阮拢会设迄动物仔相机，嘿，也是讲这个所在有特别的动物较有意义的，比如说石虎，也是讲有啥物较特殊的动物会伫遮经过，伫遮生存，啊，会讲设迄相机就知讲哦。遮的族群大概有偌济，也是讲有几只，也是啥物种类对。哦，这是都是反映森林内底的生态，对无？啊，敢有真正翕到石虎？阮工作站目前还无翕到，嘿，要毋过鼬獾啊、白鼻心啊，还是讲山猪啊、狗啊，还是蓝腹鹇，迄拢足济。哦，我会记你捌看过讲有一寡单位吼，真正有翕到这个石虎的这个形影。可能就是你所讲的这款的，就是用摄影机的。嘿，对。啊，阮高中站遐是有发现讲尸体啦，就是路杀石虎的路杀有拄过啦。是。嘿，所以才有装这相机嘛，特别去调查看讲石虎这个敢够伫咧。是。啊，拄则伫这个影片内底看到，你讲你的甲你共体迄个吼，啊，就是同齐时间在受训吼，啊。嘛看到讲影片内底有一个，敢若是你的师啊，伊敢是就是甲你训练的人？无讲介是啊，要毋过我感觉是我入去工作站内底，所有的前辈拢是我的师啊，拢是我的老师啊。嘿啊。因为大家人专长无共吼。嘿，我拢遮学一个遐，学一个遐。是。啊，拄则伫这个影片内底看到这个经济林这个。名词吼，啊，就好奇啊，都是山都家己生长的吼，是安怎？这个经济林有这个名词吼，啊，甲一般的森林有啥物无共？哦，经济林就是你会当透过你有在管理的手法，嘿，因为经济林就是其实就是要爱顶悬的树啊，顶悬的木材，所以啊，你若是讲像一般的松林内底，你无在管理，都喂鸟鸟，啊，树啊都黑白生。系啊，要毋过你若要讲要做个家具，要用木材，你都爱管理，你都爱为细汉时阵开始照顾，像在顾婴仔共款。哦。啊，就伫伊细汉拄开始的时阵，爱去除草啊，还是去拉蔓呐，嘿，啊，搁修枝啊，甲伊形修出来，安尼伊就会生甲圆圆胖胖。对。所以你即摆做巡山员，影片内底讲是4、5冬的时间嘛？今年拄好满第6冬啊。哦，第6冬啊。6冬已经满啊。第6冬啊，所以你的这个前辈吼，若是有在顾树仔的，敢有迄款前辈讲，哦，甲你讲这丛树仔吼，我可能30冬前开始顾，啊，即摆才大丛，敢有这款的经验？有呢，有，其实有。伊就会讲哦，这拄开始，伊嘛是细丛尔啊，安怎啊，就是尤其是阮办公厅头前有一排桃花心木，嘿，迄就是为细丛开始顾的，啊，即马都正粗伫头前办公厅头前，嘿，伊拢会讲迄丛是我种的啊，迄丛是啥物人种的啊，嘿，对。啊，有当阵爱甲迄个皮甲错掉，啊，做记号，嘿，安尼敢会，就是你咧做的时阵敢会唔甘？哦，若皮错掉要做记号，迄是要做盖木，就是即区要错查的时阵，爱互一个范围，嘿，啊，阮就是甲会刻迄皮，要毋过迄个皮袂规个拢刻，
规拢袂使一连袂使一个人落，伊就翘起啊。对，安尼树会翘起。对，安尼树会翘起。阮的目的是讲，即个做这挂这皮是要做记号尔，所以是爱挂较深的，莫互伊愈合。咱爱看会着讲后一届讲这是已经这是盖无，这袂使错。袂使伤紧，对，袂使伤紧就无去啊。是。观众朋友，咱看到这个水如的工课吼，是真多元啊嘛，大家拢有各种无同的专长哦。不过水如除了拄只的家私以外吼，伊嘛有搁用高科技的这个工具哦，咱即马做阵来看。地点选好，同时放空翕机，洪水如准备要起飞。外海口风头，伊嘛是有法度，正是手闪过电塔甲电线，要来顺一片保安拿心中的状况。咱会当用空拍机去看，看倒位，若是讲较无好、生较无好的所在，咱就爱去过去种新的树啊，紧的甲伊的空片甲补起来，就迄风皮刷较袂搁入去。靠过空翕正照的伊，毋若顺海边，目睭一边伫咧山拿火灾的现场，陪空翕机来勘察火情。火场逐位拢是危机，山拿火灾的现场，火氛阴蓬蓬，火势继续咧烧，正考验技术和判断。即马起火点伫倒位，也是讲伊即马烧较大。咱会当分配讲，咱的资源要安怎，人要安怎分配，物件要安怎送去，也是讲咱的点防火线要开伫倒，咱会当用空拍机度先看讲，咱的即马地形也是火情的状况是安怎。不管是陪空翕机勘察火情，也是深入现场来灌水拍火，洪水如拢徛伫咧第一线。洪爸爸对查某囝的表现是真骄傲。用心甲伊得到优秀护管员的宝纸，捡起来特别保护。这张是拍火迄届翕起来呢。这拍火嘛，为半暝对，拍到早。洪爸爸想到头一回接到电话通知，查某囝临时派去拍火的勤务，心肝头是皮破彩。亲像暗时啊吼，我困的，有敲电话来。有若心肝小插一个，安尼想讲反正拍火也毋是伊家己一个人啊，真侪人啊，无啥物关系啊。对伊来讲，因为伊的状况真细致，是无啥物问题。这边一个人顶盖章，迄边另外一个负责收 GPS 的信号。有当时爱软伫咧草埔树林，有当时爱爬起伫厝顶。山内工课有真侪需要团队合作。辛苦的部分一定是足济啦，因为毕竟拢是内野较少，但是咱大部分的工课主要拢是外野。外野的话，吹风曝日嘛，过来就是甲人之间的迄个互动安尼啦。徐俊廷和洪水如是共体的，做伙考入来南投林管处。伊讲印象上深的勤务，是因咧做菜鸟的时阵，头一遍深山特遣，埋伏要插头草树仔，迄回就直接和山鸟鼠相照面。阮想讲阮人较济啊，拄开始还毋知影好惊，拄开始的时候，阮想讲哇，安尼就录对咧录就好啊，就一直录但是。后壁先摆讲慢车的，唔通安尼一曲录，危险。山顶吼不比山骹，搞迄个嘛，啥物出代志受伤吼，迄无好处理。所以讲，阮较豆冷静落来。像这款深山特遣的勤务，一抓定定是5工7工，就要排天度、个人的用品，搁要倒排公牛和工具。有的时阵，因为阮去深山内爱去互人错菜的所在，阮爱去顶牌啊，还是爱去处理，都爱排迄喷漆啊、钢槌啊，搁有寸钉，嘿啊，甚至是拢爱排迄刀啊，是安怎？连机啊嘛是有可能，所以基本上应该拢是15公斤起跳啦，嘿啊。我排过
我有去5工的勤务，啊，应该拢超买30公斤。这是我。哦，这是你啊？看袂出来吧？哦。拢叫物件。这凊彩嘛20公斤。有啊。有啊。翁爸爸对随瑞的工课是真好奇，但是对于介意大自然是感觉无意外。翁家的三合院就伫咧山边。翁随瑞细汉的时阵，爸爸定定带伊去后山佚佗。无看过，你讲要抓我看，结果抓袂着。啊，佫毋捌等过，要抓要来抓。你就被冲出了，就地想着讲，爸爸无抓好我。因为可能是安尼啦，自细汉就伫即个田庄出世，哦啊，因阿公、因爸爸拢是做田人，哦，拢是务农啊，啊，可能是因安尼关系，毋知伊就怎啊对这安尼有一撮兴趣，啊，了后才去读读这方面的物件。爸，我来去哦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虽然查某囝上班就要住伫宿舍，定定无伫厝里，不过翁爸爸对查某囝咧做事是真放心，嘛对伊有真深的愿望。当然，爸爸一定有期待啦，看会用做了愈好无吼，啊，甲即个森林顾了愈赞无安尼，生态佫较好咧安尼。啊，伊就对总讲一句，伊对这方面有兴趣，我就回去这方面家己去发展，家己去行去找伊的兴趣。爬山撩溪、种树啊、放租、插稻花，未来会有愈来愈多的女性，亲像翁随如同款，加入这个顺选的行列，更较有路来守护咱的山林。随如，拄则看到影片内底有出现你的爸爸吼，因为我家己嘛中部人，所以我一个听我就感觉，你的爸爸讲话有咱中部的口音，敢是安尼？对。恁是住伫？阮住伫台中雾峰。住伫雾峰迄个所在吼，啊，你的爸爸实在是真古锥，听伊讲话足心实的。啊，你咧做这个巡山员的工课，因为真粗重啊，有当中佫有危险啊。你的爸母敢一直拢真支持，也是捌反对你做这个工课？哦，阮爸爸是无主动过，伊感觉，而且伊感觉这个工课足新奇的。是。嘿，伊拢到处去电讲我查某囝是伫林务局做巡山员。啊，会想要对无？有要对，有啦，有一届，就是几当前的过年，有一届就是阮伫阮埔里的山顶有发生森林火灾。嘿，迄届伊有想要对，我有惊到。哦。对，因为阮就是透早，其实我透早6点我接到阮主任的电话，叫我紧的起床。我想讲，为虾米要叫我起床？因为前一天伊有伫咱的群组内底有讲，虾米人爱去支援，啊，我无伫内底，我就等我困我的，无要去安尼。结果伊透早。火灾已经发生啊！已经发生啊！你已经知啊？对，已经知啊。啊，你俩做你唔免去就对。因为伊头顶无我的名，系啊，因为阮是支援玻璃站的，系，阮是去支援别站的火，是。所以结果主任6点我就敲电话讲，紧起床哦，物件传的哦。我说对啊，啊我就紧个物件传的，啊因为阮物件拢放伫竹山，所以拜托我同事帮我传物件，啊我就直接为阮兜入去玻璃的山顶啊。啊，恁爸爸想要对，你是安怎甲伊动的？哦，因为我无甲伊讲，我是甲阮母仔讲，我后尾才知讲，伊是接到阮办公厅的电话，就讲哦，因为即马有特殊的状况，所以我去支援拍火啊，请伊遐放心，所以伊才知即件代志。啊了后伊无偌久10点我就敲我遐佫有搜讯啦，系啊，伊就敲我讲，嘿，你即马伫火场哦？我讲。对，莫吵啊，我就无用的。啊，我会当去无？我讲莫啦，你莫来啦。啊，毋都是伫外滩尔。我讲毋是，我毋是伫外滩。啊，伊就讲为什么毋是伫外滩？遐毋是烧足大的新闻拢有报。哦。嘿，我讲我伫武界，国家内底武界。就是较深山啦。对，较深山的武界。啊，伊就讲啊，
不该哦，这样远好啦，无你家己去，你家己保重，我无要去啊。哦，是。因为伊是因为，嘿，因为伤远，伊甲无要去，无伊想要去来看阮，看讲啊，我伫拍火的时阵是做啥物工课安尼。哦。嘿。啊，咱一般人吼，火咱捌看过啦。对。不过森林大火吼，咱是拢唔捌看。啊，一个人若行到迄个森林大火的火场，头一个看到迄个经验，敢会使甲咱讲一下？迄是震撼，我感觉会当用震撼两个字，啊，佫足危险的，因为遐温度足悬的，愈热愈悬愈热，嘿，啊愈危险，因为你唔知讲这个方向啥物时阵会甲火吹去另外一边去，嘿，所以其实阮咧拍火的时阵，都爱研究讲即摆天气状况，啊方向是倒一向，这足重要的。啊，迄摆拍火的这个经验吼，你会记你头一站做的代志，去到遐，所做的第一站代志是啥？哦，因为阮主任派我去这场火场支援是叫我去飞空拍机，嘿，去翕现况，是，嘿，去翕讲哦，火点伫倒位，啊，即马拖去倒位，啊，面积大概偌济，所以我就去指挥所内底，啊，佮顺续记录讲，哦，因为阮叫空勤来投水，嘿，嘿，啊，都爱记录讲空勤来几抓，几点来一抓，啊，几点来一抓，啊，一工是完成几抓安尼喷水的任务。迄摆经验前后差不多开偌济时间，才甲迄个火互伊化去安尼。应该是2工吧，我会记是2工，因为我头一工暗甲6点外，阮主任就讲。因为伊要去现场啊，啊，伊唔免我搁去澎湃机，所以我就6点外就转去啊。啊，伊就6点外直接赶去，知影讲要安怎去你迄个火场，伊就找路去你，啊，就去拍火，过一暗，啊，到明仔中昼甲落安尼。是。伫影片，这就是伫影片内底所讲到有互人报道迄摆吼。对。嘿，就是迄摆。啊，迄摆这个报道，即马游园挂伫恁兜墙壁面顶吼。对，因为就是阮管理处有要做，就是想要甲民众讲，咱其实这个工课是足危险的，所以有做一个报道，就是嘿啊，互摊顶伫报纸内底啦。哦，要甲人讲巡山员这个工课真危险。对，嘿啊。不过我所了解，亲像你家己嘛是嘛，就是本地家己就对这个自然有兴趣，啊，然后搁去做巡山员的工课吼。你本地对自然有一个，算讲有一个憧憬就对。不过，若是有一个人看到你，看到水如吼，感觉。哦，我嘛想要做巡山员吼，啊，这款的希望总是咱愿望甲现实中间有一个争差吼。若是有人要做巡山员，你会互因啥物款的建议咧？哦，第一就是，其实阮考这巡山员要有基本的门槛，是，就是你爱学这相关的啦，学系都有先筛选过啊，嘿。就是爱松林相关的科学，啊，第二个就是你的身体爱真勇，身体爱真勇，对，身体爱真勇，啊，搁唔惊垃圾，是，因为阮可能一抓出去，其实身躯拢会挂一寡有诶无诶，也是你若摔落，规身躯拢是迄土啊，是啥，啊，可能上少3工无法度洗身躯，爱会当忍受，爱忍受讲唔惊垃圾，啊，唔惊艰苦。嘿，啊，搁爱对现场爱，就是爱熟悉啊，系啊，体能我感觉上重要。体能敢有明确的标准在训练的时阵？有，因为阮要考入来有条件，就是讲爱排20公斤，嘿，啊走1公里，时间定伫9分30秒以内，才会当合格。这是阮体能的部分。排20公斤去走。走1公里，看你是要走用行还是快走拢会使，就是爱伫9分30秒完成这1公里的部分。啊，这其中敢有爬行的部分，还是路行？无，这考试的时阵是无，也毋过你入来了后，就是一直爬行。哦，对。实际的状况，实际的状况拢是排超过20公斤啊，差不多25至30公斤左右。系啊，看你的任务，那你任务伤愈长，你排愈重啊。是。
这是体能的要求，啊，敢有别种的要求？啊，除了就是学习爱学这个物件以外，啊，还有母车，爱晓骑母车，爱晓骑母车，对，爱晓骑母车，嘿，因为即马现代人足侪袂晓骑母车，嘿，这母车嘛是一个项目，啊，第三个就是考笔试的时阵，就是阮出题拢是森林相关的，议题啊，还是啥物拢爱看的。哦，啊，你咧做这个工课的时阵吼，敢有一寡，就是一个时期讲，我袂搁做这啊，哦，就是这个工作，互你失望，互你地书，互你讲，我袂搁做啊，吼，可能会当甲咱的观众朋友讲，若是想要做这，你可能会拄着这款状况哦，会互你失望，安尼，敢有这款的状况？哦，我感觉是甲人的相处啦。因为你去现场，足侪就是新组人，还是占用的人，伊对你的讲话口气无讲介好，尤其是占用的，你会拄着。所以你若甲人的沟通无讲介好，其实我感觉是还是莫入来较好啦。哦。因为你定定会甲新组人解说讲，为虾米你这个是违规，为虾米你这会使，为虾米伊这袂使，嘿，你爱甲伊解说，佫有一寡法令的问题，因为。咱其实民众对阮森林内底的法规拢无讲解释，你而且你要求讲，你若要来卡，你若要经理，你爱申請，伊甲你匹配叫我讲，为虾米袂？这都我的地，为虾米我搁爱申請？哦，嘿，对，所以我感觉人对人的沟通嘛最重要的。啊，别人对你足歹的，你感觉敢是甲你的性别有关系？对我足歹，我是感觉是伊对林务局既有的印象啊。较早的印象啦，嘿，伊就老讲啊，林务局较早拢遮阿爸安怎安怎，要毋过因为阮即马拢无共啊，嘿啊，咱拢照法规来行，所以伊拄开始对我歹心情，我就笑笑甲讲，无啦，阮即马拢无安尼啊啦，即个嘛有讲，嘿，无，啊讲，哦，爱就软落来啊，其实爱沟通了后，伊就袂讲对你的印象遐歹，嘿啊，而且伊后尾佫讲。哦，安尼林务局有恁遮新来的袂歹呢，啊气氛拢无共安尼。哦，在你的经验来看，你做一个女性，对这个工作无啥物影响？无啥影响，我感觉无啥影响。哦，安尼，啊，你的爸爸敢即马伊对伊来讲，虽然伊支持吼，啊，伊上烦恼的是啥？你敢知？上烦恼呀，应该是也袂记人这个代志吧。啊，你感觉伫山林内底做工课，敢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结婚？我感觉是，我感觉是无啥影响啦，是伊做爸母拢会烦恼啦。啊，伊另外烦恼的就是讲，伊定定看到我，比如讲我洗身躯洗了拢是短裤嘛。啊，脚会一个乌青，遐一个乌青，像讲哪会遐乌无洗清楚，我讲无啊，这刹车的。哦，啊，会唔甘无？对，伊就讲，你迄哪安尼，啊，记得抹药啊，是安怎？是是，真多谢水如。观众朋友，水如所带来的故事甲经验，实在是真精彩。后摆咱若今日去山林内，今日去森林内，咱就爱会记哩，有亲像水如这款的人，替咱伫保护咱的生态。保护咱的心灵，咱家己嘛爱出一份力。多谢观众朋友，咱后回再会。少年的梦也搁剩几项，迄年伫残花的囡仔伴，有几个还伫遐。感觉咱的风吹飞滚滚。